擁有清楚嘅視野，能夠令我喺比賽上面極速奔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y 李莉，係一位女賽車手，亦都係一名節目主持。戴 con 最唔方便嘅地方係因為我要戴好長時間啦，變咗對眼好乾啦。咁有時自己又唔夠瞓啦，咁變咗係對眼其實會好唔舒服。咁有試過可能揸車嘅時候啦，自己唔夠瞓，加上戴 con 嘅時間太長啦，咁變咗隻眼好乾澀，係會係咁飆眼水。咁亦都試過副 con 咧係有少少移位，咁其實揸車嘅時候對 con 有啲移位係非常之危險咯，因為我可能真係要單住一隻眼去令到對眼嗰個 con 好似變翻啱嘅位置，或者冇咁痛嘅時候，我先可以擘大翻隻眼。點解我會接觸賽車呢個運動？係因為我好中意揸車啦。咁喺機緣巧合之下咧，有機會考賽車牌，就開始咗呢一個運動啦。咁我原先都係好擔心會唔會因為自己視力嘅問題有限制啦，但係發現其實原來好多車手都係有近視啦或者散光嘅問題。咁只係佢哋可能係戴住 con 或者係做咗矯視去改善呢一個問題。其實我一直咧都好想做矯視啦，因為自己有好深嘅近視同埋散光問題啦。咁後尾發現 ICL 直入式嘅隱形眼鏡係適合我呢一種深近視同埋散光嘅人士啦。因為我本身嘅角位亦都唔夠厚去做其他嘅矯視。咁ICL 嘅直入式鏡片咧，亦都可以令到夜間嘅視力咧都非常之高清。咁所以對於我夜晚揸車嚟講係好重要啦。加上個康復時間好短啦，咁我就可以好快落翻場練習同埋比賽，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去做啦。做完 ICL 2個月之後咧，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落場練車嘅時候咧，終於唔使再戴 con 啦，亦都唔需要因為戴 con 咧而令到咧視線有時有啲模糊啦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好啊。咁另外喺日常生活方面咧，就係我唔需要再戴眼鏡，係真係好方便。咁平時工作啊，或者係平時揸車都好啦，對眼亦都唔會再好眼乾，亦都唔會因為擔心戴 con 戴得太耐而影響我做嘢。咁多位仲考慮緊做唔做 ICL 嘅你哋，如果都好似我咁中意挑戰極限，又對視力有要求嘅話，快啲去希瑪微笑矯視中心嘅 IG 度了解下啦！